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空军青泉宫基地一个查某士官长，去互 IDF 经国号战机的气孔吸入去，送去病院救无回来。嘉义地震规模6.4，台南南西有一排家厝啊倒去，玉井一栋公寓的条啊崩开，关键铁力提着挂号。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上无要签100条行政命令，提出世界卫生组织边境进入紧急状态，限制移民庇护。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台中空军青泉宫基地有一个姓吴的查某士官长，在进行 IDF 经国号战机检查的时阵，去互战机的气孔吸入去，送去病院救无回来。意外发生了后，军方随封锁基地，下令战机暂停起飞。军方对这个代志表示遗憾，强调会尽全力协助家属买手的处理，嘛会配合调查。另外，嘛要全面检讨作业流程，避免搁再发生这款事故。来看嘉义县的大埔乡，昨半暝12点17分发生规模6.4的地震，晋阳附近的台南南西甲玉井出现灾情。南西是有一排家厝啊倒去，掉伫内底的人有平安救出来。那玉井有一栋公寓的条啊崩开，20多户紧急撤离甲安置。阿门土地壁砖落规涂骹，公寓一楼乱七八糟。嘉义大埔2半暝发生类似规模6.4的地震了后，台南线内出现真侪件规模3到5左右的余震。伫玉井林爱街一栋6楼高的公寓，一楼的条啊裂开，钢筋现出来，徛好防紧急撤离，其中7个人安置。这柱已经爆裂了，已经就爆裂掉了，所以还是要临时性先做支撑。如果对整个大楼来说呢，就是有影响。今日扭起封锁线的大楼，土木技术工会甲市府的人员斟酌查看毁损的状况。半暝逃离的居民一透早嘛倒来公寓外口，等要回去厝款行李。没地方住啊，担忧啊，里面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结构补强的部分应该还算可以维持，但是长期的时间等讲过年前这段时间，咱要求公所这边才来做安置。地震嘛影响道路状况，地位局南下居民逼出关街落差，当地人员将单向道路封起来检修，加载无马上的危险。台南半暝一直余震。晋阳集中伫南西甲南化区，毋但玉井往南西的地位局防正甲逼开，南西区民族路嘛有真侪栋徛街受损停电，紧急撤离的民众想到心惊惊。好，伊药啊变袂做，佫行袂去啊，行袂去啊，我都行。我都行，药了太厉害个。啊。下顶困一暝啊，我嘛无困，迄嘛困袂去。消防人员破门半暝紧急救援，将受困的民众对倒去的徛街拖出来。到透早9点为止，地震造成南西甲玉井区总共14个人受伤，14间徛街毁损。特别过年煞拄着地震，台南市府表示会请结构技师赶紧做安全的鉴定，确认民众是毋是会使回去厝。年后嘛会加速处理重建，希望灾民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公视新闻温正雄、陈焕武、柯正俊台南报道。台南南西甲玉井因为外近晋阳灾情较严重，根据市府的统计，拢总有14栋建筑物损害，安置28个人。南西区有2间庙受损，要整修就要开上8万。现场的状况，咱连线互台记台记者李信武。昨暝12点17分的规模6.4的大地震造成讲台南南西这大桥这块咧造成真大的损伤。像讲即摆记者伫咧南西的东福宫桥，伫咧庙内规个涂骹是如苍苍，因为讲神明的这个定做规是落去，甚至讲的这神尊嘛拢有刷叮当哦。更较严重的是哦，这外口的这庙体顶悬的整条规嘛拢落来，在地民众是讲透死人毋捌看过遮严重过。
涂骹规大片的整念拢是互地动摇落来，毛标的大香炉互地动摇甲耍位，可见长的地动有遐大。同一条路的南西嘉北路，侪侪住户拢无用咧宽厝内，因为地动摇甲路苍苍，徛喺内面的壁刀离甲真大芳，有的厝体搁歪一边，门窗的玻璃拢碎去，毛人的门根本拍袂开。放甲足严重的，啊便所啊规个拢袂当入来困，阮拢困伫外口。所以足惊吓呀。嘿。之前敢有安尼过？无，头一摆安尼。遐真严的这灵啊吼，灵这种这啊甲这遐拢歹去，拢一歹，这可能要修理起来吼。爱算8万的以上啊！人讲天灾无情，在地居民形容昨暝地动是用跳的，嘛讲过年前厝内拢翻好势啊，即阵厝的天棚拢落来，无意外大地动，互因马口无目屎。那玉井区有公寓大楼的条啊严重受损，到单已经超过20户民众，互政府带去别个所在安置。但是政府讲会请结构技师赶紧做安全鉴定，希望受灾户会当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记者李兄弟台南的连续报道。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大地动，当地真侪徛家厝的壁倒必顺甲裂芳，因为这地动山区落石头，大埔乡西兴村对外道路被通，有50多人掉伫咧整理。加在中道进前有几条路已经拍通啊，嘛无人受伤。大细粒石头落来路面，有的路段互土石挡掉的。现场伫嘉义县大埔乡西兴村第8林出入的道路，21号即场瑞士规模6.4的强震，倒伫道路中段，西兴村大约50人受困变孤岛，加在还有存留。有啥物状况无？啥物迄个阮都爱做。哦。半暝阮落来处理。哦。这时，工程人员正往抢通嘛，合力甲挡路的大石刷走。工程人员讲天无光就来巡，沿路咧清理。多处的民宅它有受损，可是人员都是平安的。那今天早上在天亮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晚上确保人都平安之后，我们在早上就开始在做全面性的盘点。防所表示，西兴村道路已经单线通车，伫顶因为大埔乡财损袂少，注定了后，佫有真侪地动。亲像21号12点26分，佫是一尊天摇地动。大埔乡公所的办公室倒椅、卡顶摇甲真大力，天棚嘛落落来，嘛有徛家外墙必顺落了真侪物件落来，赶紧救封锁线。摇甲精神啊！民众惊到唔敢困，即口罩即是发现家己厝内的壁面绑落来，2楼阳台还有室内连接的所在已经出现空棚。这个都裂开了，这个还好。你看这个，然后这边全部都裂，上面整个都裂开。921较无遐严，咱遮较无遐严重。即届真正很严重啊。真侪人伫地动了后，厝内物件东倒西歪。嘉义市接受卖场的商品四价也，嘛有一栋大楼壁面有壁损。大地动了后，有人惊到唔敢转去困，有人即是真透早就起来爱恢复家园。加在的是伫嘉义县市无造成人命的伤亡。公司新闻林慧婷、王丽婷并交款嘉义报道。嘉义地动规模6.4，中华震度嘛有4级。彰化市的社区大楼有一个白玉做的石雕，被砍地动摇转倒去，摔甲脆糊糊，居民是拢真唔甘。今天早晨的地震我想大家都心有余悸啊。这尊大卫雕像是纯意大利的白石来雕刻而成的。第30几年前，等于是咱彰化市上重要的地标。希望政府会当来斗相共，是毋是讲会当保留部分的物件落来。这个石雕30多年前是彰化的地标，全世界敢若2尊，是用意大利规底白玉刻的。这几十年来，经过911甲大细地动拢规身好好。不过，这届嘉义地动煞倒去，居民是希望官府斗相共，甲地标留落来。台南科学园区的台积电、联电甲群创一寡科技大厂，因为地动是紧停止运作，目前正咧统计机器未芳的情形。若水电供应正常，无人受伤，嘛无灾情。台积电透早嘛发声明，讲厂区营运正常，当咧详细检查。半暝熊熊大地动，全台湾拢真有感觉。科技大厂台积电，过一时对外发表声明表示，中科甲南科厂已经达到疏散的标准，按照能源安全第一优先。公司按照
紧急应变厅司进行人员的室内甲室外的疏散，有关的影响是清点当中。南科管理局表示，目前各大厂的人员拢已经转去到工作岗位，不过期待各样的状况各类统计。因为这样的强度一般的机台会有预防性的停机，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陆续在做抢救复机当中，比较单纯的厂商可能今天可以复原，那状况比较多的厂商，因为它厂区多的话，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要陆陆续续的复原。南科管理局表示，有关标准厂房、宿舍的电梯拢各咧进行查修，也若受灾状况甲复原的时间，各爱评估，加在无人员伤亡，也无探出相关的火灾或者是化学品漏泄的灾害。目前南科园区的水电供应正常，公共设施无灾情。有专家认为讲，虽然台积电防地动的进度有7级，不过这个地动可能也是会对台积电产生部分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就是产生的停机，以及部分的线上的晶圆产生位移，而一旦晶圆产生了位移之后，则会出现所谓的报废晶圆的存在，导致台积电的线上的部分的晶圆则要重新拿下来，然后可能要重新投片。有关台积电厂区的状况，有关爱等台积电统计对外来公布。专家暗算讲，这个地动若总有造成台积电机台停机，后续无排除会透过3班赶工的制度降低地动的影响。根据台电的统计，半暝的大地动一时间造成嘉义、台南甲高雄超过3万户停电，目前已经全部复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 Trump 正式上任。Trump 接任演说大会头，就讲美国开始黄金年代。Trump 上任的第一天，上无就会签100条行政命令，毋若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甲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移民的问题，伊嘛同款大家争议。Trump 宣布边境进入紧急状态，要限制移民的庇护。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20日伫华府国会山庄内底的圆形大厅宣誓就职，随着发表演说，一开始川普就宣告美国的黄金年代对即阵开始，对今日开始，咱的国家会搁再兴旺，搁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Today I will sign a series of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s. With these actions, we will begin the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America and the revolution of common sense. It's all about common sense. First, I will declare a national emergency at our southern border. 典礼结束了后，川普到国会山庄的总统厅签真侪项行政命令。按算上任头一天，伊就会签至少100个行政命令。头一波措施包含限制移民、关掉移民庇护应用程式的申请功能、提高关税，佮有放令对能源到加密货币等等真侪项领域的监管。伊当暗佮伫华盛顿的第一资本体育馆当面签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行政命令。And the next item, sir, is a letter that will be trans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explaining that we are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在川普签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了后，美国必须要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的决定。根据条款，退出协定会在1年了后正式生效。川普在演说当中也宣布撤销电动车的补助，也有大规模乌石油，要让美国搁再成做制造业的国家。并且重新强调，把巴拿马运河退回来，搁要把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A short time from now, we a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Gulf of Mexico to the Gulf of America, and Panama's promise to us has been broken. The purpose of our deal and the spirit of our treaty has been totally violated. American ships are being severely overcharged. 川普阁誓言讲要把法律的定词带回来社会，中之政府想要把种族甲性别融合入去公共甲私人生活各个层面的政策。伊宣布终止多元性别，并且表示今日开始，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干那2种性别，也就是男性甲女性，等于是否认跨性别的存在。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欢喜就任，不过批评的人嘛袂少。亲像巴拿马都有民众烧美国的国旗，强调巴拿马运河主权。另外，美国非法的移民和反对 Trump 的人士嘛上街头抗议。
示威者甲美国国旗烧掉，抗议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讲要甲巴拿马运河收转去。川普进前预告上任了后，要甲墨西哥湾改名做美洲湾，而且要停控制美国8当前伫巴拿马起的，而且下过2大海洋的运河。Lo que está en Panamá es de los panameños, el canal es panameño, la soberanía es panameña. 川普上任了后嘛，强调讲要坚定落实驱逐非法的移民。美国边境有真侪移民是感觉唔知要安怎，真烦恼佮绝望，因为申请庇护的意欲互取消。真侪个领导人针对和川普顶一个任期的合作也是革命，表示讲希望会当继续。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达祝福，而且以川普顶一摆担任总统的时阵，做出对以色列有利的重要决定，比如讲退出移动的核协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I believe that working together again, we will raise the U.S.-Israel alliance to even greater heights. トランプ新政権との間では、できるだけ早い時期に日米首脳会談を実現し、日米首脳間で率直に議論を行い、強固な信頼協力関係を構築し、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И поздравляем избранн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со вступлением в должность. Готові працювати разом з американцями, щоб досягти миру. 伫美国境内受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拢起立到街仔路。伫纽约，一定反对川普的人士伫华盛顿广场公园咧抗议，表示讲川普搁登去白宫真危险，嘛感觉真恐怖。国内极右派的民兵组织骄傲查甫囡仔伫华府大声喊讲，川普是国威的总统。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泰瑞欧12/2021年国会大厦的暴动事件，互判刑去坐监。川普就任第一天，真紧就得下差不多1500个相关涉案人，引起受害家属的批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处有收到美国正式邀请，和韩国驻代理会使入去国会山庄看典礼的转播。川普第2届执政强调美国优先，有学者认为，目前台湾上要紧的是帮助美国的制造业，和因了解台湾是重要的同伴。谢谢大使。从正式的欧式西米露，立法院长韩国瑜带领跨党派的庆贺团，甲驻美代表卢大雷做伙出席美国退伍军团协会贵宾酒会，心情看起来有较轻松，因为因这时拄参加完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咱驻美代表处第2届得到美方正式的邀请，和韩国瑜、卢大雷会当进入国会山庄游客中心的解放厅，看转播参与。事后证明，我们前面代表处的保密功夫也做得非常的好，美国友人也协助，我们终于顺利的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代表台湾人民向美国人民表达我们祝贺之意。那这个过程一切都顺利，我们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在这次的盛会没有缺席。庆贺团其他7位立委是进入管制区内底第1资本体育馆贵宾区的包厢，透过大荧幕共播观礼。也拿总统赖清德也伫社群平台铺文，祝贺川普甲反苏就任，指出台美的交流真久长，而且会愈来愈密，表示台湾非常期待，甲新政府佮国会做伙合作，互台美的关系继续稳定向前。除了要展现台湾的善意与优势，也要传达我们2300万人的民主心声，也就是保护中华民国、保护自由民主、维护台美关系。不过，进入川普2.0时代，伫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之下，敢会宣布新关税政策，全球是真关注。学者认为讲，台湾眼前的课题是安怎帮助到美国中进制造业，互美国感受到台湾是重要的策略伙伴，也那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影响可能有好有歹。川普提到蛮多次，就是他认为拜登时期的晶片科学法。他认为不是正确的做法。根据川普1.0，他在就任的大概100天，就在海湖庄园招待了习近平。当然，后来的美中关系是往坏的方向前进。那川普2.0会不会再来一次？其实目前来说有好多的不确定性。也拿两岸政策方面，学者指出，川普无要改美中贸易战的基调，不过对伊甲习近平通话到表态伫上任100日内要访问中国，这拢就显出川普甲伊甲领导者面对面互动的态度。也拿川普的无可能性优先真悬，未来美中台关系安怎发展，有关爱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关心立法院审查总预算案，下晡已经三读通过，落尾是拢总态度2025亿，冻结2600亿，创下历史新高。包括经济部补助台电1000亿是拢汰掉啊。总统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是冻结2000万，那检察院业务费2亿4000万是汰对半，冻结30%。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搁再批评在野党，讲因造成国家严重伤害。立法院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20开始进行无断电的审查，条立委拼暝工，像演马拉松式的表决，不过过程一直有争议，出现表决搁再贴案的乱象。一直到21个半暝完成2读，下晡3读，有真侪部会预算予大台，包含经济部拨补台电1000亿2万块，予南北转台。原本在野呛讲要甲数发部 NCC 业务费抬到剩1块，后来决定甲 NCC 业务预算对半抬3758万，冻结10%，所谓发展部是抬2亿。针对170案宣告撤案。总统赖清德的国务机要费预算3000万，南北联手抬1000万，冻结2000万，要求赖总统说明，前总统蔡英文过去安怎使用，才会当动支。另外，监察院业务费2亿4273万6千块，减低50%，冻结30%。监察院的这个一般行政跟业务费啊，都是差不多变了9000多万，全部都被砍掉了，甚至他的巡查业务，都被砍掉了。现在大概是等于是他被废掉了这个前兆。我还是劝行政院是谋定后动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必须那么针锋相对的，很多预算在这个部会首长来跟我们沟通的过程中，也有改变了删减的幅度。蓝白的联手之下，然后来对准我们的总预算案，已经突破了史上被删减跟冻结最高额度也最不合理的一个审议结果。也拿公司23亿的预算，落尾是予台2300万。冻结25%，大约是5.7亿。对民生经济到外交国防预算予动汰落。民众党团高算讲，总预算汰2100亿是创下新高。对此，行政院长杜英泰第3届亲上火线，带领各部会首长指控南北甲国家陷入危险之中。再扣掉2500亿以上的一般性补助等等，我们实际上可用的也只有1.3兆而已。如果我们还要再扣掉计划型补助，那1.3兆还要往下降。如果用1.3兆来算，2100亿是16%。唱水南的预算18亿，予冻结50%，加上国防预算予裁减。北方会强调讲，国防是倒退路，也向国际展现台湾无捍卫家己的决心。杜英泰是感谢国人、民团、工商界的关注，也发声在野党莫为着出气裁减预算，破坏体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公司最近唔拿预算的议题受到关注，第7届当监事的任期到今年5月19就要结束啊。行政院有函请立法院筹组第8届名单，那立北3大党拢爱照比例推派竞选。不过最近公布的名单煞引起大众的质疑，讲上过政治啊。公司第7届当监事任期到今年5月19结束，行政院进前函请立法院筹组第8届公司当监事审查会名单，那立北3大党按照7:7:1的比例来推派社会公正人士。拄好伫咧社会对公司有较侪讨论的这个时间点，黄小弟导演19在面册刊文批评制度本身就伤过政治化，认为应当加入民间团体的代表。有民团认为公民嘛有主动性，呼吁未来爱修公司法，互民间的声音通入去到审查会。公民团体，咱做者社会福利，也是讲做环保的，也是做什么儿童的，种种的公民团体，咱提出个名单，互因来做因的思考。因为政府爱管钱，来做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嘛。所以我讲爱过来公开透明，就讲更较侪人来参与提意见，提遴选。公司第8届的当监事审查会名单，亲像国民党推派的人，包括陈怡民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吴永乾捌逼出伫咧中国捌做过沈用市的仲裁委员，因那民进党推派的陈东升是民进党的电库成员，萧新宏是有名的独派学者等等，这个名单是引起讨论。人会里面被提名的人、被赋予这个任务的人，都要体察到，其实社会对这个事情是关注。那如果说在里面过度的使用政治操作，或者是凸显政治斗争的
的话，就社会观感就会不好。前公司党苏库家己认为，照目前政党对立的情势看起来，第8届的党干事恐惊是真恶造成。伊呼吁各政党在新集会名单爱推派社会公正人士，应当减少政治色彩对公共媒体影响，维持公司的独立性。记者卢尚柱、郑准由台北报道。拜六开始就是过年的年假，交通部预估今年高铁运输的高峰是初3到初4，必要的时高铁就会启动因应措施。代替和公路卖资源做伙小偷人丁。才拄晓看高铁站平常日就叉，刷来就要过年，袂少人拢会坐高铁回故乡。为着应应春节年假的大量旅客，交通部日一甲双铁和公路运输部门去高铁台中站会勘，提早替过年运输做准备。大概在初2、初5北上的时候，当然会达到19万人次，所以我们依照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我们研判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运能的一个提供呢，可能需要各个运具大家共同来配合。根据高铁公司估计，今年春节预计初3到初4会上侪人坐，估一日可能有34万3千人，尤其就北咧初3到初5的时，预计会超过19万人。旅客进到我们的车站以后，大概可能要等1个小时才能够搭到车。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快的已经启动了跟台铁、跟我们国道客运这边呢，已经赶快请他们就可以开始派车了。为着避免像2023年中秋节的时，单车民众排到车站外口，高铁除了会照车站单车的人阵用3级灯号管制，也会伫台中设置会所，也拿台铁甲公路运输也到支援，提供跨大众运输的应变机制。把我们最近的对号列车，把它增停新屋日站，并加放我们的站票。草马跟这个中心转运站，预备的这个支援车。到时候就会直接拉到这个高铁台中站来做一个支援。交通部表示，春节运输伫高铁会加开380班，台铁也会加开326班，包括台北29、台中39班对号座位。国道客运逐日会开6274班，会看情形加开车班支援双铁，也会推出90条国道客运路线，会当用平常日的优待或者是原来票价60买，希望加强跨大众运输工具的服务，会当消透要回乡的人阵。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捷运环状线南北环段去年全部决标，而且上早施工的一个区段工程的进度有提早。不过嘉义地档外界也烦恼这捷运的轨道会和进前同款凸起。捷运局表示，这工程的设计拢有照规定，会欠伫地档。一包一包的好年红绿卡发送给施工团队成员。新北市环状线南北环段伫2024年已经全部决标，其中上早开工的 CF680市区段标，包括着北环段的11维修机厂，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25.82%，进度超前6.63%，比我们所规定的期程还提早。未来在2029北机场就能够顺利完工。同时可以借接五泰轻轨。捷运北环段若是完工，路线串联新增5个路州沙丁埔，甚至一台车就当为新店直接到路州。另外，南北环通车了后，还佫增加29台车，达到46台列车。班规划5分半，缩短到4分半。啊，毋过2半暝才发生，全台拢有感觉地动。进行环状线嘛拄过，地动造成铁轨路错位状况，即摆嘛引起烦恼。在北环段主要都是地下工程，那地震来的话，照交通部的耐震规定会去设计，可以抵抗到一定的耐震程度。那基本上在地震来临时，应该对高架段的风险会比较高。新北市捷运局强调，工程本身就设计一定的耐震程度。另外，营运中的环状线1透早嘛经过巡回，确定无问题，顺利发车。这样的想能不能够预测，就可以先减速。譬如说高铁的话，它就从如果刚好300，它可以减到100多，它的伤害也没有这么大。学者提醒，行铁轨路的车，若是高速的驶加上角度偏离，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未来若是会当做到有线判断，会当大幅度的降低危险。公司记者蒋龙雄、王剑婷台北报道。昨晡暝12:17，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动，全台湾拢在摇，嘉义甲台南上严重。有人讲，即届的地动和60年前白河大地动的震央伫咧同一搭。
不过学者认为，这届地点离梅山段站有一段，应该是无牵连。地牛冰心吊顶一直游，拖地高拉站的民众讲，亲像坐海盗船共款。透早0:17，家己发生随时规模6.4地动，全台拢有感觉。大埔上大震度达到6级，了后家己甲台南也陆续发生有感地动，中南部陆续传出灾情。这两间拢共款，拢啊规个拢。包括迄个顶悬啊，拢拨落来，搁较再无倒。都大好，毋知偌大，我毋知啦。50几栋拢毋捌地安尼。这摆地动，互人想起发生伫1964年，随时规模6.3的白河大地动，震央伫北纬至3.2度，东经110.6度，造成台南家己900人死亡，650人受伤，超过3万户楼啊厝倒去受损。甲这摆地动，震央伫北纬至3.23度，东经110.57度，差不多有定下，是不是港捷震央引起讨论？那它的附近呢是有一个口小里断层，或者是北边一点的出口断层。那这个蓝色星号呢是过去1964年白河地震所发生的位置，看起来跟这次主震位置有点接近。那之间是不是有关联性呢？也必须要再经过后续的一个分析。震央位置在那个曾文水库那边。那距离梅山这个区域当然还有30-40公里以上，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地表在7-8公里以上啊，其实有很多的活动断层。从震央来看，这次地震是跟地表的这些活动断层是没有关系的。台地质学者陈文山分析，因为这摆震源甲白河大地动无定塌，也认为地动是极端层造成。不过梅山断层是东西向，甲这摆南北向两种是无共款。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半暝地有翻身，不少人是困到一半去互警报亮精神。气象署表示，这个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相挤相克，才会造成地动。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今日透早8:17，家己发生随时规模6.4的地动，地动深度只有9.7公里，尤其伫家己县大埔上大震度达到6级，上远到连江县，也有日本石垣岛震度拢1级，差不多全台国家级警报大响。气象署表示，主要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大陆板地相容地数。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板块在推挤的时候，往东边是往北这边推挤，在南边。欧亚大陆板块好像是往南，往东这边挤压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推挤，所以在这个位置，大概南西、甲仙、桃园、高雄桃园这个位置是蛮复杂的一个区域。菲律宾海板地为西南边向东北，差不多用每年8公分的速度向台湾的方向来杀，造成地动活动。到早起9点半，明显有感地动15件，小区域总共40件，总共加起来有55件，真频繁。主要发生的所在伫南西南化大埔，不过地动尾有豆豆转雨的现象。以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分布来讲的话呢，或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其实有逐渐在减缓的一个趋势。地动专家形容，这6.4地动就亲像释放2粒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甲今年1月份国际上西藏甲日本九州连续2个大地动有间接关联性。1月份那个西藏有一个规模7.1的地震，然后日本九州有一个规模6.8的这个地震，那这2个最大的这个地震就决定了今年1月份整个全球板块运动的那个架构。气象署不排除未来3天之内，也有规模5.0以上的地动尾，并且伫这区域发生。这摆指定的位置是不是甲过去地动或者是断层有关联？拢要有进一步后续分析。公视新闻综合报道。这届地动，高雄地区加在是无发生大灾情，不过网络顶悬传讲三民区火烧厝，实全都有大楼起起，引起民众惊吓。后来经过查证，才知影拢是假消息。手机警报一直弹，规模6.4的地动伫台20线172公里发生山坡土石放落来，造成道路中断。公路局一透早就随去抢通。李高雄市市区好佳在无虾米大代志，敢若一件电梯受困。三民区有民众通报火灾，不过消防队到场看，才发现是水管破去尔。有受理火灾一件，那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为民众的水塔水管破裂，并无状况。
长不是安尼嘛，对不？不，完全没有任何的烟。民众讲的火烧后来证实是水管破去，不过第一时间网络顶悬是出现一张相片，讲三明区有厝火烧，烧较真热辣，甚至网络阁有人讲十转路有大楼去互地动摇甲起一边。高雄市议员张博洋讲，网络顶愈传愈喊，伊赶紧派助理去看，嘛证实这一切拢是假消息。311分局也随成立专案小组，针对这两件假消息调查。伫前金区掠到这名姓谢的查甫人，伊用旧相片假做是一摆地动造成火烧。足侪民众看到网络的影片甲相片了，就打电话到消防队去报案。但是因到现场了，发觉讲其实迄是错误的影片，迄个火烧厝的状况，毋是昨地动的时间，或是正经过另外一个时间的影片。经过专案小组与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漏夜侦办，巡线于今日11时40分，在前金区仁德街将散播男子谢男查缉到案。网络消息传播紧，拄到天灾地变，民众难免拢会心惊吓。消防局表示，根据灾害防救法，散布有关灾害谣言也是不实的消息，会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100万以下罚金。民众千万唔通黑白传来路不明的消息。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去年3月，台北宝林地区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6个人死亡，受害者的体内拢严重崩溃裂损。检方侦办了后，当依照涉案法、甲过失致死罪等等的罪嫌，甲负责人、店长、到主食的杜子，拢总5个人起诉。马局长回室的，伊是餐饮业者李凤贤，伫台北市经营的宝林地区完璧信义 A13店。去年爆出食物中毒的事件，致使33个人中毒，其中6个人死亡。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检方专案终结，而按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负责人李凤贤、姓王的店长、姓周的杜子，也有姓黄的实习生等5个人。黎姓被告身为宝林公司实际负责人，却未自主建立及落实食材管理制度，甚且饭后推诿卸责、未见悔意、态度不佳，愿具体求处4年以上有期徒刑。引发中毒的会员都是店内卖粿条，检方调查发现，业者无甲拆包装的粿条冷藏，干那放伫挖进水沟啊，涂骹的下层放物件的篮仔，以常温来保存，上久有到63点钟。加上收店了后，涂骹经过清洗，空调系统互关起来，厨房变甲翕热又搁湿湿。对崩溃裂损、毒素产生真有利，尤其店内员工蓝山黑白底无共时期拆包装的粿条，实在也因为安尼小感染，互患者的人数又搁扩大。这个果条是不是因为真的是像检方所说的63小时没有冷藏，所以导致于这个病毒的产生？我认为这个逻辑上面可能会有些疑点。李凤贤和起诉检方批评被告犯后是推卸责任，无看到悔改，更加具体求刑4年以上。伊律师虽然表示尊重，不过对北检认定的病毒产生的过程也提出质疑。今天也确定了他们的这个受雇人员却在这个整个食品的这个服务提供上面是有过失的。对于我们在要求这个业者的惩罚性的一个赔偿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专案爆发了后，消基会也协助30位死者的家属甲伤者提出团体诉讼，对一般的赔偿、慰抚金到定发性的赔偿，总计是2亿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一间科技大学学生讲，老师长期会甲骹内、手内学白板，上无22个人受害。受害者烦恼老师特别退休以后是无法度甲调查。目前学校已经启动性病调查，甲老师停聘3个月，嘛未接受伊的退休申请。我连续1个礼拜都梦到那个老师对我性骚扰，就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代志发生要1个月，女大学生要求定定对恶梦当中行刺，指控高雄某科大一位查甫老师对于性骚扰有3学期。就背对着他，然后他就从后面环抱我。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超过了，因为他平常会有对我摸手或是搂腰、摸屁股、不小心摸到胸。
查某学生就问问共校的学生敢有共款的经验，真侪位在学生甲毕业的先辈拢讲，也互共一位查甫老师吸过。这位老师技术当期用共款的手法对待学生，何况所会对后壁甲女学生揽咧，佮会蒙头蒙手揽腰，互学生无爽快。初步掌握至少22个人受害，也有13个人当场看到。20日下晡，女大学生也向警方报案，无法度到场的人请女学生转交文字的内容，说明拄到的状况。依照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第34条，去年3月8号修正生效，学校应该要展开全面的普查。学校正式收到陈情，通报加当天就组成调查小组，完成第一届调查访谈了后，又搁发现受害者增加，按上伫旧历过年进前审议新增个案。调查了后，若是真的，就会处罚。按照法规，教师涉入校园性别事件，停评改评定期间未受理退休或者是资遣的申请，检举的内容若符合实际状况，一定严格处罚。林本基会是表示，这位老师的行为涉嫌严重性骚扰，应该直接改评，也要全面普查，应该追究这位老师领教的前一间学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起稿，今年有29个国家223件作品入去决赛。台湾科学教育馆表示，透过科学展览，会当培养学生的研究甲思考能力，会当和国外参赛者交流，培养囡仔世界观，会当提升台湾科学研究的实力。无同国家的学生伫实验山顶悬画家己的国旗，展现代表国家的勇武，佮有爱科学的心。台湾科学教育馆表示，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办到当已经第23年，侪侪高中生、高中生透过科学展览，打破科学教育传统的纸笔测验，用实做培养研究的精神，了解科学理论。这个专题的话，可能直接进到研究室做实验。所以他了解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的整个过程，从整个找题目到找资料，到实验室实验，到外面到实验结果出来。所以我们经过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训练很多学生他研究的能力，他不是考试的能力。今年台湾的国际科展计共有29国658个师生，233件作品进入决赛，参与人数搁再突破新冠纪录，有数学、自然、医学、工程各种类型的专题。教育部也表示，愈来愈侪国家同齐参与交流，会使让台湾学生的视野搁较宽，对台湾的科学教育真有帮助。甲其他国际即个学生会当交流，嘛知影讲因咧受啥物会程度的差别，即个研究的项目有啥物无共款吼。安尼后摆因得到即个代表权去出国比赛时呢，因就较知影讲因要用啥物作品，用啥物主题来甲人竞争，来甲人交流吼。所以这对台湾囡仔的即个科学研究的能力提升。真济。今年的展览会会伫台北的科学教育馆，对1月20开始，参赛者爱用英文小解家己的作品。20决赛以后，也开放予所有对科学有兴趣的民众到科教馆甲参赛者互相交流。科教馆希望有科学梦的人，拢通透过科展培养研究能力，互相学习求进步。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过年进前，拢爱请屯大摒扫，云林西的福兴宫、甲北港的朝天宫，拢有请人来清洁庙里的条仔甲壁画。另外，过年行村拜拜的人较侪，北港的朝天宫附近的巷仔，为初1到初5，交通管制，禁止车出入。内电的条仔长时间拢曝日压雨，趁旧历过年进前，西里福兴宫专工请专业的修复师，甲小所在拢清理、补理，希望会当兼顾庙寺建筑的保存。这个来讲，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破损跟缺失嘛，破损的地方它有可能会造成之后越来越严重的劣化状况，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填补起来，做一个判定。那如果需要再补强或者是再加固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过年前呢，先请我们的专业团队，那他们也是专业的艺术修复团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内底建筑的雕塑彩绘是真珍贵，所以庙方是用特殊打色的方式来摒扫。若妈祖的神像嘛，先刷到店外口。咱的这神房内底，咱的镇殿马，这几尊重要祖马、教人马，咱这来整理，来换新衫、换新帽。
营养过年时啊，会有真侪民众到北港拜拜求平安。云林的警方针对北港朝天宫附近的车路、各巷啊实施交通管制，为初1到初5，管制范围内敢若会当步练，袂当驶车入去，而且佫会派出无人机来协助监控。那交通队也将运用无人机的一个监控，对于入口的部分，我们透过智慧交控中心来远端操控号志，以因应突发状况。警方表示，过年时啊，第19线北港市区的路段，会有真侪要去朝天宫甲武德宫祈福的人阵和车阵，所以今年有特别规划免费的公车，民众会当加去坐，避免塞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语教材愈来愈多元啊！即马冒出全台语的图典，看图学讲台湾话，互囡仔学基本的台语词，嘛透过点读笔互动，互家长会当陪囡仔做伙思考台语词，实际对话要安怎使用。妈妈因小弟爱叫啥？这就简单啊！妈妈的小弟。无毋对，正高。要过年啊，定定会拄到亲情50，毋知要安怎叫。最近有一本台语图典看图学讲台湾话，有甲家族手画出来，运用点图笔作者有设计情景对话、艺术发音，也有试题互使用者练习活动性真悬。主题有包括重要政治、各种菜色和海产等等，真活大生活。阿公阿嬷伊嘛算甲足欢喜，因为内面有人会讲话嘛吼，所以讲规个就是要啦，就是甲阿公阿嬷搁带转来即个台语的环境内面，啊嘛希望安尼我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即个影响了后吼，转去甲即个阿孙啊，嘛开始用台语来讲话吼，甲用即本书来甲大家即个台语环境搁甲找转来。作者表示，每一页都有特别设计基础的含正解的活动，就是希望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用这本册拿算拿学台语，促进亲子的台语活动。另外，为着要互人会晓背十字生相，也是学数字，作者也更有家己写歌。市面上的台语教材，较接看到用高雄优势腔来录音。作者表示，为着要传承台北新专腔，这本台语图典嘛专工请台语顾问来审定发音。规本册计共是有收超过2000条的音档。台北人要是讲戏的较济，所以伊伫这本册内底讲着戏，就是讲戏，伊就被挑工用到顶的迄个体的，就是读做符安尼。而且因为伊规本册拢是用一个统一腔口，所以会当互你进入迄个腔口的迄个环境内底，我感觉这是对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足无共款的教材。设计这本图典的作者表示，伊希望会当鼓励侪家长阿公阿嬷莫做活头族，含囡仔做伙学台语，对厝内的大细项代志，到出国佚佗，拢会晓学讲台湾话，开创台语的使用环境。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有民间团体调查国校到高中的学生，想要知影即卖青少年上教育的议题是啥物，结果发现预防诈骗甲网络假消息排伫咧头名，安那第2名是电子烟甲新型毒品。诈骗案一直发生，假消息也随网络世界传。那大人烦恼网络消息的媒体是头能力。根据国教行动联盟针对国小到高中的学生上要义的问题做的问卷调查，因为即马手机网络事件，青少年接触真侪信息，安怎分辨网络资讯、预防诈骗甲无正确的消息，伫咧10大议题当中排头名。颠倒清校课业、课纲这寡议题拢无入去前10名。考试压力大，课业压力大，会想反映这样的一个关注嘛？这个蛮合理。可是事实上，既然没有所以我们也蛮意外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且反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品质、娱乐，还有像厕所设备。这些东西还有假讯息，所以显示孩子周遭环境接触的东西，已经越来越有点不一样了。国教行动联盟为去年底到今年1月初，总共收集8743份问卷，除了头名的分辨网络资讯，第2名是加强分品药物的使用警告，减少对健康的伤害。第3名是希望会当学到正确的互相尊重的性观念，过安怎应对性骚扰。但是联盟发现，青少年的声音真恶传达到政府，甚至参与规划政策。在座的可能要用公文来提交那个形式，怎么可能？而且更何况是国小跟国中的孩子，所以其实国小跟国中的孩子基本上他们就会选择放弃，不想要撰写这个儿少报告。
另外，航空霸凌议题、进口食品安全把关，还有改善无障碍设施，也拢伫前10名内底。联名落尾按说把这份报告整理，提交给地方、中央政府，让青少年的声音加做未来施政的参考。记者龚平秀凯台北报道。过年时啊，青草好了才卖完，围炉一顿算算咧，这份量真有可能就会超过3000卡路里。食鱼食肉也着菜价，营养师建议加食一寡菜色来代替大鱼大肉，这营养若调配好势，佫会当改善血油。一般红烧狮仔头，甲用食物肉，佮放入去，较袂引发胀气的天白。围炉一定爱有年年有余，真的鱼仔换成豆包甲拌豆腐，佮加上努力，充满海味。要推广素食，更加爱营养满满。设计年菜学者特别加入蛋白质元素。蛋白质把它加重到整道10道菜有将近40%，那它的膳食纤维、它的蔬菜纤维我都有提升的，它的油脂，所以我采用一个不饱脂肪酸，像Omega-9。规道菜算算的，一人大概会食入去700-800大卡的热量。营养师讲，若讲食传统炒的年菜，可能一顿到3000大卡，相当的惊人。那会当加食寡食物性的食材，会当帮助血脂甲胆固醇的健康管理。肉呢，它的饱和脂肪比例通常是10到25% 嘛，可是蔬食，比如说豆类，它的饱和脂肪比例只有1到3%，是差很多，就可以很轻而易举降低整体的热量，然后降低整体的饱和脂肪。民间团体会在举行记者会，推广多多食素食的好处，嘛特别提醒民众，其实国内伫饮食顶头食进口的牛肉、羊肉，温室气体排放恐惊拢超过汽机车的排放。我们如果每一餐都选择蔬食，它得到的这个降低碳排放的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营养师进一步补充，国内体重伤过重甲大箍的盛行率已经超过50%，儿童甲青少年嘛面对着性早熟、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等疾病的危险。除了推广民众多多食素食，嘛呼吁政府会当加强推广低碳饮食的政策。公视新闻林建梅配合做台北报道。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咱台湾拢总有54000人咧食电子烟。这阵学校休寒，国健署是呼吁青少年千万唔通因为好闲，就违法使用电子烟，也是加热烟。民众若准出国，嘛唔通甲电子烟炸转来台湾，上当会罚500万。学生囡仔有讲有笑，总算开始休寒。伫休寒的头一天，根据国健署的调查，伫81年有3.9%的国中生违法使用电子烟，到112年减到3.2%。高中生的部分，伫81年有8.8%违法使用电子烟，到112年减到6.3%。虽然食烟的状况有愈来愈少，不过比例也是真高。国健署表示，目前大约有5.4万的青少年违法使用电子烟。通常他会在这个放假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孩子会接触他的同侪，或者比较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会使用电子烟。所以我们第一个提醒是希望家长在寒假期间多关心自己的孩子。另外，国健署嘛特别提醒，过年要出门佚佗的民众，千万唔通甲加热烟，也是电子烟炸入境。根据112年收的烟害防治法，违法会当罚5万至500万的罚金。财政部嘛伫咧记者会现场公布到打以来，海关查缉电子烟、加热烟的成果。经过海关查获的电子烟违法输入的数量已经有13万余支，加热烟也高达28万余条。查获之后，对陆续移送给地方政府的卫生局来拆除。国健署指出，伫修法以来，甲电子烟列做全面禁止使用、买卖等等以后，为着要加强宣导，国健署嘛邀请各种高中生拍宣传影片和海报，希望借公园的力量，甲正确的观念推广到校园，邀请学生斗阵拒绝烟害。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菲律宾甲越南有发现台湾的史前时代遗迹，这代表人类可能早就开始航海捕鱼啊。史前文化博物馆即马就出一款模拟体验的装置，互民众坐伫咧帆船顶悬了解古早航海，佮有比南文化遗迹的知识。游客坐起哩仿的古帆船，用现代互动科技对金毛做航海王，对台东出海驶向华联。
那亲像真正的过船，按照金门的路线控制航向，中途阁会出现课题，可民众参观宜兰史前文化遗址公园了后，对史前文化的了解。可以边玩边学习，比直接看好多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表示，透过考古发现，推测东南亚国家有台湾史前的遗址，可能是透过海上贸易，而且最近几年东部当地发展传统的航海技术，为着让一般的民众也会当体验，并且了解史前人类遗址的交易行为，特别设计这种航海活动式的体验。一个空圈没有补上来，就是弹域的传播。然后人类学或者史前馆也想让大家知道。史前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所以海洋一直都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连接的道路。我们重新跟太平洋这个所谓的南岛的兄弟姐妹来学习这个航海。史前馆表示，因为目前经费不够，活动式的装置干那手部操作的活动，未来搁再争取经费，希望会当互船也叮当，并且增加东南亚的航线。和民众更加熟悉史前的台湾甲世界的连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中部地区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东部地区17度到22度，华岛地区12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锣鼓声一个响，青山夜巡细景起行。因为每年大拜拜，咱都是帮家人好客嘛，